地板係室內裝修佔最大面積嘅一部分。地板配色揀啱咗，成間屋嘅氣氛即刻出晒嚟；揀錯咗，幾靚嘅裝修都顯得唔協調，屋企風格定咗，唔知點揀地板，睇呢條片就夠啦。如果想空間多啲自然感，原木色地板屬於百搭自癒式。木材本身嘅顏色，特別係較細或者採光一般嘅單位，千祈唔好揀深色，要揀淺色，花紋細緻、亮度高啲嘅。地面同牆嘅邊界越模糊，空間就顯得越大越光猛。可以揀淺原木色，配白牆同木紋家私，適合所有北歐、日式、極簡風，點配搭都唔會出錯。想要高級感，揀灰色。灰色嘅地板適合所有黑白灰為主色調嘅風格，現代工業風、簡約風、輕車風。想多啲尊貴感，揀胡桃木色，裁切面呈現美觀嘅拋物線花紋，氣勢磅礴，就好似一幅山水畫咁莊重高貴大氣。搭配歐式、美式、復古風，沉穩大氣。暖色嘅地板配暖色牆面加柔和嘅燈光，適合美式復古溫馨風，高級又治癒。返到屋企只想躺平。如果想增添古典美感，可以選擇帶少少紅嘅深色地板，例如長輩房就特別適合。太冷清嘅顏色容易令長輩有孤獨感，吉祥嘅紅色就顯得溫馨安心。中式風格配搭真係好靚，地板係屋企嘅底色，揀啱顏色，風格出晒嚟。你中意邊款？留言話我知。